在娛樂圈這片名利場中，任嘉倫的名字曾一度是古裝男神與口碑保證的代名詞。從《大唐榮耀》李閃依怒馬的廣平王李速到《錦衣之下》中眼神開車的陸毅，再到周生如故李隱隱心情的小男神王，他用一個個閃活出圈的角色，為自己在競爭激烈的85後小生中硬生生劈開了一條血路。那時的他仿佛手握爽文男主的劇本，即便英年早婚，也依然憑借過硬的業務能力穩坐頂流之位，被粉絲和路人寄予厚望。然而不知從何時起，這片坦途似乎悄悄轉了個彎。這2年，任嘉倫的算劇眼光成了粉絲和網友群嘲的重災鈎。如果說《暮色深約》的懸浮狗血船能歸咎於搭檔與劇本的雙重災難，那麼寄予厚望的轉型之作《風雨潮》即《鳳魚潮》，口碑與熱度雙雙折擊，則徹底將任嘉倫到底怎麼了的疑問推向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更令人瞠目的是，隨着他與老東家歡瑞世紀合約到期，和平分手的消息塵埃落定，一個極具陰謀論的猜測開始在坊間甚囂塵上。任嘉倫接二連三地踩雷，是不是因為背負着巨大的經濟壓力，甚至是為了換取自由身而不得不自毀長城？這種為了解約集口碑的說法，聽起來悲壯又慘烈，但事實真的如此非黑即白嗎？細看任嘉倫近2年的作品序列，確實很難不讓粉絲皺眉。2023年夏天空降播出的《暮色深約》，原本被粉絲視為現代劇翻新賬，結果卻成了全網群嘲的素材。劇中任嘉倫飾演一個沉浸式寫作的編劇祁連山，一人分析多角的設定本應是演技高光，可惜劇本邏輯稀碎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劇中男主角寫的劇本居然套着劇中劇的殼子，一概人是古裝武俠，一概人是懸疑探案，一概人又變成校園戀愛，幾個故事之間毫無邏輯關聯，強行拼接的割裂感讓觀眾看得一頭霧水。更致命的是，任嘉倫在脫離配音演雲亞傑的加持後，原聲台詞的問題被徹底放大，氣聲過重，語調平緩缺乏起伏，情緒爆發時聲壓明顯不足，尤其是幾場需要歇斯底里的爭吵戲，他的台詞像是被一團棉花堵住，綿軟無力的輸出與對手演韻的聲嘶力竭形成鮮明反差。但莫里鋪天蓋地的建議回去找配音老師，幾乎淹沒了整部劇的討論鉤。該劇在騰訊視頻播出期間，熱度峰值近徘徊在23000左右，連同其小成本分賬劇《當我飛奔向你》都打不過。豆瓣開分4.9，最終勉強爬到5.2，超過40%的用戶打出1星差評。評論鉤最高讚的短評寫道：任嘉倫，你要是被綁架了就眨眨眼。如果說現代劇的翻車船能用不得合現代裝來辯解，那被粉絲視為輸的鉤的古裝劇失手，則是真正敲響了警鐘。2024年年初播出的《流水迢迢》，改編自蕭流同名小說，原著在晉江文學城擁有極高人氣，本是快香勃勃，可任嘉倫飾演的韋超卻再次暴露了他表演模式化的頑疾。整部劇中，他的表情管理仿佛被輸入了固定程序，表達委屈時必定垂眼抿嘴，展現隱忍時總是皺眉低頭，詮釋心情時必須眼眶微紅外加嘴角似笑非笑，到了需要情緒爆發的場面，他依然選擇用面無表情加背景音樂強行煽情的老套路糊弄過去。有劇評人在 B 站發布了一則名為任嘉倫的表演公式化已經到了可怕的地步的視頻，播放量迅速突破300萬。視頻中將他在《錦衣之下》、《周生如故》、《御郊記》、《流水迢迢》4部劇中的哭戲、吻戲、打戲、落淚揮逐正對比，結果發現他連落淚時眼珠轉動的方向、嘴角抽搐的幅度都驚人地一致，打莫齊擦擦飄過演韻 AI 化流水線演技批發商等辛辣諷刺。到了2025年，萬眾期待的《鳳羽潮》更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這部劇號稱總投資高達3.5億，請來了電影級製作班底。任嘉倫在片中飾演民國時期的潮汕商人林茂生，本是一次衝擊主流獎項的野心之作，可成品卻讓人大跌眼鏡。劇本被改得面目全非，原著的商戰史詩被壓縮成4角戀狗血言情劇，
任嘉倫的粵語台詞配音如口型對不上，幾場重頭戲裏他的表演更是被同劇的老揮骨黃敬松碾壓得體無完膚。有場德茲家族覆滅的戲，黃敬松僅僅用一個自危矮徒手拍的動作就演出了肝腸寸斷，而鏡頭切到任嘉倫時，他依然用那套眼眶發紅加低頭沉默的組合拳應對，兩相對比之下，觀眾的吐槽幾乎要把官微評論勾衝垮。該劇上線愛奇藝後熱度最高只到6500，連平台預期的8000及格線都夠不着。豆瓣評分4.6創下任嘉倫職業生涯最低紀錄，超過5萬人打出一星。吐槽視頻在全網累計播放量破億，甚至連中國電影報道這樣的官方媒體都發文批評，流量演芸轉型不能只靠口號。就在大家單準以為他只是躺平或眼光差時，一則關於他零片酬、降薪接戲的業內爆料，以及官宣解約時那份略顯詭異的和平措辭，讓輿論的風向瞬間逆轉。2026年1月，任嘉倫工作室與歡瑞世紀聯合發布聲明，宣布合約期滿不再續約，雙方互相祝福的措辭客套得近乎冰冷。而聲明中那句感謝任嘉倫先生在合約期間為公司做出的卓越貢獻，被網友解鬥出言外之音。所謂卓越貢獻，是否意味着他臨別前船在幫公司填坑止血？網友們化身福爾摩斯，開始復盤任嘉倫這幾年的接戲軌跡，並將其與老東家歡瑞世紀的資本版圖緊密聯繫起來。歡瑞世紀近年來的日子並不好過，這家曾經出品過《古劍奇譚》、《宮鎖心玉》等爆款的老牌影視公司，自2017年以來深陷財務造假泥潭，連續5年收到深交所問詢函，累計虧損超過20億元。2023年財報顯示，公司藝人經紀業務收入同比下降47%，排名前2位的藝人為公司貢獻收入合計約3483萬元，對比2021年巔峰時期的1.43億元，縮水幅度觸目驚心。在這種風雨飄搖之際，任嘉倫如成藝作為公司最後的頂梁柱，其身上背負的商業壓力可想而知。有業內資深經紀人向自媒體爆料稱，歡瑞為了留住任嘉倫續約，在談判期間開出了極其苛刻的條件，要麼簽下5年長約並接受公司安排的打包戲約，要麼支付高達1.2億元的違約金直接走人。對於當時已經34歲的任嘉倫來說，5年長約意味着他要到39歲才能恢復自由身，這對於一個處在轉型關鍵期的男演員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而1.2億的違約金即使對於頂流也不是小數目，更何況他向來以接地氣不亂接代言着稱，收入遠不及那些瘋狂割韭菜的流量明星。在這種背景下，公司為了利益最大化，利用合約綁定強行賽資源，或者為了平衡內部關係而接拍某些任務劇，並非不可能。正如當年楊紫在離開歡瑞前被迫接演《沉香如屑》一樣，任嘉倫在合約末期接拍《鳳凰台上》這類連粉絲都嫌棄的狗血藥劇，也被普遍解鬥為是在商言商的無奈之舉。該劇由歡瑞全資投拍，搭檔的女主角是公司力捧的新人，劇本更是縫合了香蜜沉沉燼如霜和花千骨的俗套橋段，集摩聶重生三世虐戀替身文學全部堆砌在一起，毫無新意可言。而另一部被粉絲集體抵制的《佳偶天成》，更是歡瑞為了消化內部庫存而強行賽給任嘉倫的項目。據說他接演這部劇的唯一條件就是允許我不參與任何宣傳。這種受制於人的別屈感，似乎為他近期的爛片找到了一個完美的宣洩口。大家開始同情他，認為他是為了償還經濟債或換取自由身，才不得不在離巢前夕忍着惡心咽下公司硬塞的苦果，哪怕這意味着消耗自己多年積累的口碑。豆瓣俄組、微博超話、知乎熱榜上鋪天及地的帖子都在替他喊冤，有粉絲痛心疾首地寫道：哥哥這幾年被歡瑞榨乾了血汗錢，臨走了船要備賽3部爛劇，這不是壓榨是砸麼？更有所謂的圈納人匿名爆料稱，任嘉倫在拍《暮色深約》期間全程黑臉，除了必要拍攝外從不與導演交流，收工後直接回房車，拒絕參加任何劇組聚餐，
這種消極怠工的狀態被解讀為磨聲的抗議。然而，將所有問題都歸咎於被迫無奈和經濟壓力，雖然能贏得一時的同情，卻也在無形中剝奪了任嘉倫作為演運的自主性與主觀能動性。畢竟，寬瑞世紀雖然手握資源，但並非只手遮天的霸王。在演藝圈摸爬滾打15年的任嘉倫，早年做過機場地勤，參加過選秀，去韓國當過練習生，回國後從配角一步步熬到主角。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行業的殘酷法則，也比任何人都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即便有些劇是公司安排，但以他的家位和影響力，對劇本提出修改意見，對合作演運做出評估，在表演細節上加入個人設計，甚至在宣傳期選擇配合或不配合，都是他力所能及的軟抵抗。例如在《暮色深約》播出期間，面對搭檔楊穎玉力發微博宣傳，劇集空降遇冷的局面，任嘉倫方近乎零宣傳的冷處理，個人微博近轉發了一條開播動態，且文案只有3個表情符號，其實已經說明他並非完全的提示木偶。這說明他對作品的質量和播出前景是有清晰預判的，只是這種預判並沒有轉化為拒絕的勇氣，或者說他在商業界值與藝術口碑之間選擇了向後者妥協。更值得玩味的是，2024年他接拍了外部公司出品的小成本文藝片《秋日時明》，導演是第一次拍長片的新人，總投資不到1000萬，任嘉倫主動降薪至市場價的1/10出演。結果這部幾乎沒有宣發的影片卻在平遙國際電影展上拿到了觀眾票選獎，豆瓣評分高達7.8。這說明他並非沒有辨別好劇本的能力，也並非沒有為藝術犧牲的覺悟，只是當公司任務與個人追求擺在天平兩端時，他選擇了先完成前者，再去追逐後者。這種成年人的生存智慧，與其說是自毀口碑，不如說是在有限條件下做出的利弊權衡。我們更必須承認，娛樂圈是一個極度現實的名利場。演運的口碑是由一部部作品累積而成，卻也像沙堡一樣經不起海水反覆沖刷。對於任嘉倫來說，他如今的地位是靠《大唐榮耀》、《錦衣之下》、《周生如故》3部爆款作品的血與腥風中拼殺出來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口碑的珍貴，也比任何人都害怕失去觀眾的信任。因此，用為了解若故意砸口碑這種殺敵1000自損800的陰謀論來解釋他的職業選擇，不僅幼稚，更是對他職業素養的侮辱。但凡他有一點不想在這個圈子混下去的心思，他大可擺爛到底，不必在暮色深約的一地雞毛裏還堅持用原聲台詞挑戰自我，也不必在風雨潮的口誅筆伐中依然配合劇組跑完10幾場路演。更合理的解釋，或許是他在面對職業生涯的瓶頸期時，產生了無法避免的迷茫與錯判。他或許想要通過接演不同類型、不同年代的劇本來尋求突破，比如《暮色深約》，你一人分析多角的都市編劇；《風雨潮》，你從底層逆襲的民國商人，但奈何團隊篩選劇本的能力嚴重不足，或者他本人的審美判斷與當下市場主流口味產生了巨大的偏差。又或者他低估了觀眾對他古裝味強慘濾鏡的厭倦速度，當他試圖用同一套表演方法輪去套用不同背景、不同年代、不同階層的角色時，得到的只能是複製粘貼的惡評。船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外部因素在於，近3年整個影視行業陷入深度寒冬，平台購劇預算砍半，S 加級項目銳減，演運的選擇空間被急劇壓縮。任嘉倫在這個節骨眼上，既要完成與老東家的合約義務，又要為自己離巢後的獨立發展鋪路。他接演的每一部戲都必須同時考慮商業回報、製作體量、播出平台和播出檔期。在這些錯綜複雜的考量中，劇本是否足夠優質反而成了最容易被犧牲的變量。如今，隨着任嘉倫正式官宣離開寬瑞世紀，成立個人工作室，那個被吸血、被強制的外部桎梏終於被徹底打破了。他迎來了真正意義上自己做主的新時代。這既是機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戰。沒有了公司的庇護與強制安排，
他接下來挑選的每一部作品，都將完全代表他個人的審美品味與職業追求。如果新作依然在原地踏步，甚至為了擁持熱度而繼續在古偶圈子裏打轉，那麼經濟壓力大這個借口將不再的用，屆時輿論的反噬只會更加兇猛。據可靠消息，他解約後接洽的第一個項目是正午陽光出品的年代群像劇《戶上煙雲》，合作導演是曾入圍柏林電影節的青年才俊，劇本打磨了整整3年。任嘉倫為了拿下這個角色，主動提出可以試戲3次，這個動向本身就很能說明問題。他比任何人都急於撕掉古偶專業戶的標籤，也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需要一部怎樣的作品來完成口碑逆襲。與此同時，曾經在他劇中做男配角的劉學義、如今手握長鳳道義、山河枕等多部頭部男主劇，業內預估其單集片酬已經追平任嘉倫的報價。這種同公司藝人的此消彼長，其實已經折射出這個圈子只現新人笑，不聞舊人哭的殘酷法則。更有意思的是，歡瑞世紀在失去任嘉倫後，立刻將全部資源傾斜給成毅和即將出道的男團新人，股價應聲下跌5%，投資者的信心崩塌幾乎寫在 K 線圖上。這恰恰證明了任嘉倫的價值，他給公司帶來的遠不止片酬分成，而是整個資本市場的預期鬧點。如今他抽身離去，歡瑞的財報窟窿怎麼填？那是資本該操心的事，而他要面對的是如何在33歲這個男演員的黃金年齡，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作品護城河。站在2026年8月這個時間節點回望，任嘉倫的路其實走得不差，但也走得驚險。他有過經驗中人的高光時刻，也經歷了爭議戰身的低谷期。他的微博粉絲依然擁持在2800萬，超話簽到數依然能擠進男明星前10。商務代言雖然從巔峰期的18個滑落到9個，但新增的高些品牌和國民級消費品說明他的商業價值並未崩盤。觀眾對他的寬容度其實遠超他自己的想象，大家並非不能接受他演爛劇，哪個演員未演過幾部爛劇呢？大家無法接受的是他明明有能力演好戲，卻一再把觀眾的信任當作可以透支的信用卡。對於路人觀眾而言，我們看膩了他那套固化到近乎程序化的表演模式，看膩了他和公司之間的利益糾葛被搬到台前反覆咀嚼，看膩了每次撲街都有被逼無奈的公關稿出來打圓場。我們更想看到的是一個拋棄了所有借口和濾鏡，真實面對自己短板的人，哪怕慢一點，哪怕是錯多一點，也要去打磨演技，堅持用原聲台詞練氣息，挑戰複雜人性的非臉譜化角色，而不是繼續在古裝味強慘的書的歐里打轉。娛樂圈的真相往往比八卦更複雜，也比陰謀論更樸素。任嘉倫過去3年的爛片連擊，背後交織着資本博弈、合約束縛、行業寒冬、個人瓶頸、審美偏差等多重因素，絕不是一句為了解約故意砸口碑就能概括的。他犯過錯，有過妥協，走過彎路，但他也付出了代價。那些一星差評，那些脫粉回踩的長文，那些被群嘲的演技對比視頻，已經足以讓他警醒。而我們作為旁觀者，與其急於站隊、憤慨或者嘲諷，不如把這份討論的熱度轉化為對他下一部作品的冷靜審視。畢竟，曾經的廣平王和陸亦騙不了人，那不僅是粉絲濾鏡下的美好回憶，更是他實實在在抵達過的高度。時間是最公正的審判官，他既不偏愛天才，也不苛責迷途者。且看他卸下所有枷鎖後如何落子，看他能否在正午陽光的新劇裡交出脫胎換骨的表演，看他能否像當年的胡歌一樣，在經歷獵場的爭議後憑縣委大院重新證明。答案不在任何人的臆測裡，只在他下一場開機的燈光亮起時，只在他下一句台詞落下時。現在塵埃落定，任嘉倫站在了新的起跑線上。對於那位曾在橫店烈日下穿着厚重徽服看濕重衫也不喊淚的廣平王，對於那位在舞者舞台上即便割腕扭傷也堅持完成托舉動作的舞者，對於那位在韓國訓練時每天只睡3小時的練習生，他骨子裡的韌勁從來都在，
只是被太多身外事蒙上了灰。而他需要做的不過是把灰拂去，把丟掉的東西一件件撿回來。這個圈子從不缺翻盤的童話，缺的只是真正願意為角色脫一層皮的演運。任嘉倫還有機會，只要他別再辜負觀眾那句再相信你一次。而我們這些看客在鍵盤敲出犀利評論的同時，或許也該保留一份善意和耐心，給一個曾經驚豔過我們的人，給一個正在笨拙掙扎着想要游出漩渦的成年人，也給那個終將揭曉的由他自己親手寫下的答案。畢竟輿論場裡最珍貴的不是真相，而是願意等到真相出現的那份克制與溫柔。